係時候同大家分享一下過去呢一個月雲彩呢個大家庭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啦。呢個月喺大化雲彩關愛中心，孩子透過有規律嘅恆常學習，深化知識同技巧。課堂內容包括週末課後功課輔導、品格課堂、音樂興趣班。孩子喺群體學習中同老師同埋同學互動，睇到孩子面上嘅笑容，讓我哋都感受到課堂嘅愉快氣氛啦。南寧雲彩康復中心喺3月7日為母親同女員工舉辦咗一場特別嘅節日活動。喺300婦女節前夕，120人齊聚中心，學習美妝，分享製作蛋糕技巧，讓婦女從繁忙嘅日常中抽空，享受放鬆嘅美好時間。我哋希望透過呢啲活動，提醒媽媽們喺照顧家人嘅同時，都唔好忘記關愛自己，相信自己都可以綻放獨特嘅光彩。越南雲彩康復中心嘅老師們每日盡心咁教導孩子，佢哋喺日常課堂上邊應讀越南文嘅拼音，而且鼓勵孩子努力完成體能訓練。為慶賀國際300婦女節，老師特別設計主題教學，向孩子介紹婦女節嘅相關知識，並且安排孩子們為媽媽、老師獻上鮮花、小禮物等等，向佢哋表達謝意同埋祝福。今個月對緬甸雲彩家園嘅孩子嚟講特別有意義。喺2024年8月，因為內戰加劇，孩子逃到南站生活。近日經過仔細安全評估之後，孩子終於漸漸返到去賓烏倫嘅雲彩家園生活。大家返到過去熟悉嘅課室同住處，都難掩興奮之情。祝福孩子們之後都可以安穩地過日子，亦都祈禱戰爭唔好再影響佢哋嘅生活。仰光青年中心2棟啱啱落成嘅新學生大樓，基本上都能夠正常使用。大樓而家使用太陽能嚟供電，為咗滿足需要，我哋正係向建築公司積極申請城市供電所嘅電表。另外，同工們亦邀請咗謝老師嚟參加英語分享，佢鼓勵孩子們克服困難，好好讀書。因為最近12年級嘅孩子要應付高考，希望大家都能夠盡力而為，得到理想嘅成績。伊甸康復中心喺3月9號邀請咗嚟自新加坡嘅自閉症康復專家謝老師，幫忙培訓同工。中心嘅引導式教育項目成立咗第4個小組，專門服務自閉症兒童。目前有16位同學，分上下午各一班，2位老師同埋1位康復師負責帶領。經過老師悉心嘅教導，喺3月14號嘅總結會議上面，老師們都得到高度評價。謝老師此行亦順道探訪仰光雲彩家園嘅3個家庭，同埋中心嘅自閉症兒童，仲有腦癱兒童嘅家庭。想update我哋嘅工作，知多啲孩子嘅故事，記得緊貼住我哋啦！